Hello，各位觀眾大家好啊，歡迎收睇《正觀天下》。繼上個禮拜啦，我哋講呢個委內瑞拉特別係馬杜羅總統嘅抗議咧，俾美國一連串嘅特種部隊或者係執法部門，你叫綁架又好啦，你叫生擒活捉又好啦據信咧。呢一刻咧就係喺紐約唔係地方嘅法院即將咧係要接受係紐約嘅呢一個聯邦法院嘅連串嘅審訊咁同香港即係奉行嘅呢一個即係海洋法係普通法係一樣啦。咁就一開頭已經係提咗堂噶啦不過提堂咧咁都一般嚟講都係一啲準備嘅階段啦。咁後邊咧先至會係入獄。咁我哋上個星期咧咁就講咗呢一點。咁呢個禮拜咧咁就講下另外一個嗰個石油個儲存量啦都係非常之充沛嘅。咁而喺嗰個出口嘅比例或者喺世界個排名入邊咧咁作為一個OPEC 嘅或者叫 OPEC 加嘅重要嘅一個成員國，伊朗佢嘅局勢係點樣樣咧咁或者伊朗同委內瑞拉喺地緣政治嘅格局，特別喺呢一個美國嘅總統特朗普佢嘅視野、佢嘅視覺之下，兩者有啲乜嘢嘢係可以相提並論、相比較，或者係互相借鑑嘅咧？咁今日小弟嘅正觀天下咧，就嘗試為大家從呢一個角度從呢個視野就去探討一下咁。同委內瑞拉唔同咧咁伊朗咧佢嗰個石油嘅蘊藏量唔單止高啦，咁而且無論從開採嘅成本啦、開採嘅難度啦，佢成個石油工業體系從工程嘅角度嚟講佢嘅完整性啦，乃至喺個地緣格局入邊你掘到油咁自己可以完全消化晒嘅好似係美國等等嘅國家咧就唔多噶嘛多數咧需要油嘅國家咧一啲即係高度工業化嘅經濟體，好似我哋東北亞嘅中國、韓國、日本咧。咁我哋咧個石油個蘊藏量就唔高嘅喎。雖然根據世界排名啦我哋中國開採嘅石油咧喺我哋自己嘅境內無論係領土定係領海咧，其實就長期係介乎喺全球嘅5至10位之間最新嘅排名應該係第7。咁今日我哋講嘅伊朗同上個星期所講嘅委內瑞拉最大嘅唔同咧，就係伊朗佢所處嘅位置係嘛？咁如果你從美國特別美軍嘅視野，點解個中央司令區就唔係以美國本土嗰個位置係一個中部嘅或者叫中心嘅喎？個中央司令區咧其實就係指今日中東嘅位置，就係因為咧無論從一個航運啦或者係空運啦邊一個角度，甚至乎係管道運輸啦，成個中東即係廣義嘅中東就係西亞同北非嘅地區啦狹義嘅中東咧，其實就係講緊係波斯灣嘅兩側咁東北側咧就係呢一個伊朗即係什葉派嘅呢個龍頭除咗伊朗之外咧，佢嘅鄰國呢一個伊拉克亦都係什葉派為主咁約莫就6-7成係呢個什葉派嘅呢個信眾咁遜尼派咧就大概2-3成，仲有其他嘅一啲人口嘅即係組成，包括係庫爾德族土庫曼人等等咁。咁另外一個嘅即係所謂嘅中東嘅組成啦就係佢嘅西南邊或者西邊咧就係以沙特阿聯酋等等為本體嘅呢一個叫做遜尼派咁呢一個中東嘅地區咧其實點解佢係所謂處於呢個戰略嘅十字路口咧？就原來即係進入係呢個二戰特別係二戰之後，即係冷戰嘅時期啦。中東佢首先被關注嘅，特別係西方嘅列強尤其係美國、蘇聯崛起之前嘅英國、法國英帝國、法帝國佢哋所關注嘅咧，反而就唔係石油嘅資源，而係乜嘢嘢咧？而係佢哋處於亞非拉十字路口嘅一個無論係陸路啦，定係喺航運上邊嘅一個重要嘅位置，亦即係我哋講咗好多年嘅，無論係海上絲綢之路定係陸上嘅絲綢之路咧，都係喺呢一度作為一個十字路口就
貫通呢個東南西北嘅。咁所以嚇呢一個亦都係伊朗係咪？就算佢喺1979年嚇，咁咧就係屈指一數都40-50年前啦，係嘛？40好幾年前咧，咁係呢個霍梅尼嚇佢所領導。咁當然啦，有人就話其實當年嘅霍梅尼所領導嘅伊朗嘅伊斯蘭革命咧，同係乜嘢嘢咧？同係中山先生所領導嘅呢個叫雙十革命或者辛亥革命咧，或者叫排滿革命有啲似嚇，就唔係話霍梅尼或者中山先生唔重要，咁但係好大程度咧，佢都係作為咧一個乜嘢嘢咧，就並唔係組織者，而係精神領袖，係振臂一呼係嘛？咁咧就去發動係國內嘅同胞、國內嘅民眾咧，係去排滿係咁。當然呢個霍梅尼佢就唔係排滿啦嚇，就唔係去挑戰另外一個族群、另外一個民族嘅封建皇權，而係挑戰佢哋覺得喺宗教上或者喺個私生活上遠離咗佢哋呢一個宗教特別係呢個什葉派佢哋宗教嘅一啲規條或者信念嘅巴列維王朝咁被推翻。咁當然啦，巴列維本身自己亦都未必係所謂德位好正嘅，其實都係同一啲殖民者咁咧。殖民者究竟係美國、英國、法國定係點？我哋呢度唔長談啦。但係就巴列維王朝咧，本身都係個短命王朝，本身咧都係同一個殖民者西方嘅帝國主義勢力咧相互倚靠、相互勾結嘅，透過政變、兵變然之後獲取德黑蘭呢個政權嘅啫。咁近來啦，好多網上面去炒作就話其實呢個伊朗所謂嘅教士團係嘛？咁其實佢哋就唔係呢個伊朗人嚟㗎，其實佢哋係阿塞拜疆人啦如何啊？咁伊朗就係一個被阿塞拜疆教士團所騎劫嘅係一個國家，咁所以咧推翻佢哋咧就從一個民族嘅角度好似當年中山先生推翻滿清咁咧，就唔純粹係所謂現代去推翻呢個腐朽嘅封建咁簡單，其實都係一個主體民族漢人或者中華民族去重新取代翻呢一個極少數嘅人或者極少數嘅族群去非法或者合法管治成個中國一個咁樣嘅邏輯。咁呢啲即係所謂指霍梅尼又好，或者依家哈梅內伊又好，或者如何，佢哋係咪阿塞拜疆人？咁然之後佢哋係咪少數騎劫多數等等呢啲咁嘅論述是否同美國嘅 CIA 或者其他西方嘅情報系統，好似英國嘅軍情5、軍情6、MI5、MI6 等等相關咧？咁我冇足夠嘅證據，呢度我就唔評論。但係基本上呢度炒作嘅成分係非常之高嘅。咁無論點講都好咁我就會視呢個阿塞拜疆人同埋伊朗人，或者嚴格而言係呢個波斯族啦。波斯族咧同呢個阿塞拜疆族咧，其實佢哋係類同一個民族嚟嘅。咁呢個阿塞拜疆族其實佢哋都係高度係呢個所謂嘅波斯化、係伊朗化，特別係喺呢個首都圈呢一個德黑蘭附近咁嘅呢個阿塞拜疆人啦咁其實主要就係因為佢哋嘅教育水平比較高，咁咧就同好多地方都係噶啦。譬如喺日本中世紀之前佢嘅知識分子都係一啲佛教嘅僧侶，咁而係到歐洲更加後去到近代以前佢哋主要嘅呢一個知識分子呢個文化教育嘅傳播嘅呢一個橋梁啦，其實都係靠乜嘢嘢咧？都係靠一啲即係天主教或者係新教嘅一啲傳教士或者係教會一樣。咁喺伊朗都係咁嘅情況，因為喺德黑蘭嘅首都圈阿塞拜疆族佢哋嘅經濟條件，特別佢哋嘅教育水平咧，平均係比較高啲嘅。咁所以佢哋進入教士團或者經過教士團，然之後去管治呢個國家嘅比例咧，就似乎係相對高啲。不過喺伊朗嘅人口入邊本身阿塞拜疆族
其實佔到咧大概都係有2-3成嚇，唔低於20%呢個比例。咁而且喺首都圈喺一個城市圈入邊咧，佢哋嘅比例就更加高。咁所以就出現呢一個現象好似講起伊朗嗰啲政要講起佢哋教士團嘅成員最高權力嘅掌握者、決策者，點解咁多好似所謂唔係波斯人唔係伊朗嘅主體民族咧？咁呢啲環節即係如果係炒作得太多嘅話，係咪反而係有個嫌疑就俾人覺得其實呢啲都係同西方嘅帝國主義者特別同美國咧都係有一個唔好話勾結啦，起碼都係一個互相嘅呼應其實都係想顛覆現時嘅政權，甚至乎係去挑戰呢一種政教合一嘅政治體制。咁當然退一萬步講，呢種政教合一嘅政治體制究竟佢係合理定係唔合理？咁我哋知道中東咧有各式各樣嘅一個政治安排嘅。咁頭先講到一海之隔呢個波斯灣嘅對岸咧無論係阿聯酋又好無論係呢一個沙特阿拉伯又好，還是係其他呢個阿拉伯遜尼派國家咧，主要就係當年嘅穆罕默德嘅先知嘅一啲後人無論係喺血裔上嘅後人，定係喺佢傳教事業上嘅啲後人咧，後來就成為咗封建王權嘅，無論係兄終弟及還是係父死子繼都好咧，就用呢一種即係父系血統嘅方式去管治。咁除咗係伊朗呢種教士團嘅政教合一，又或者係頭先我所講父死子繼又好，兄終弟及嘅封建王權又好，仲有第三種嘅咁就但都係被推翻得899㗎啦，就係所謂嘅阿拉伯嘅復興黨，或者就咁簡稱復興黨，包括係我哋講緊嘅利比亞、埃及又或者係呢一個即係剛剛被推翻嘅呢個喺宗教上屬於阿拉維派嘅阿薩德敍利亞嘅政權啦阿薩德嘅父子路阿薩德同埋阿薩德本人，咁以及喺佢東邊嘅咁咧就係呢個伊拉克咁喺所謂嘅民主化西化之前咧，咁薩達姆侯賽因咧其實都係頭先所講到嘅以敍利亞咁當然當時嘅敍利亞係老阿薩德所領導嘅敍利亞啦，同埋埃及為中心嘅呢個叫做阿拉伯復興黨或者簡稱復興黨，咁就係一個喺政治理念、喺社會經濟政策傾向於社會主義咁而且佢哋喺外交上、軍事上咧，又係同當年嘅蘇聯咧個關係係比較緊密嘅。咁當然仲有第四種政治嘅形態咁就頭先輕輕都提及嘅喺一系列嘅咁踏入千禧年以後嘅顏色革命之後啦。咁出現嘅一啲帶有西方普選色彩嘅一啲政權出現咗有頭先所提到嘅伊拉克等等咁樣咁都係有一啲普選或者類近普選嘅方式去產生一啲嘅政府呢一個就係成個中東咁佢各式各樣嘅即係政權組成嘅形式或者管治嘅風格嘅存在。咁呢個背景之所以去提出嚟咧除咗俾大家有個概覽之外咧，就係想去表達其實中東係有唔同嘅政權組成嘅形式或者管治嘅一個風格嘅存在。咁我好難作為一個局外人去評價咁人哋德黑蘭嘅呢個政教合一嘅體制係咪合理，定係沙特呢種封建王權更合理，還是係接二連三被推翻嘅呢一啲阿拉伯嘅復興黨，又或者係西化嘅政權咁，但係終歸講一句咧，所有呢啲政權嘅一個組成咧，似乎都係離唔開大國喺當地嘅競爭嘅咁長話短説係分兩個階段嘅啫。一個咧就係50-60年代之前咧，喺當地嘅主宰咧，其實就係法國同埋英國。咁當然中間都試過，譬如有納粹德國嘅介入，或者係有沙俄即係俄羅斯帝國佢哋嘅介入咁，但係主要喺1950-60年代之前咧，主宰住中東嘅咧，主要就係英國同埋法國，特別係英國。咁而去到60年代之後，特別係蘇伊士運河嘅危機過後咧，
喺當地嘅主宰嘅爭霸咧，當然就係只有蘇聯同埋美國。咁所以蘇聯同美國嘅關係都係好有意思嘅嚇。咁對於包括中東阿拉伯地區或者非阿拉伯地區啦，總之就係中東嘅地區或者更闊嘅呢個亞非拉、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嘅反殖民運動入邊咧，其實一定程度上當時嘅美國同蘇聯咧，其實佢哋係一個合作嘅關係，咁啊反而就係去挑戰或者去收拾一啲二戰之前，特別係一戰前後奠定嘅呢啲殖民帝國。咁啊殖民帝國當然就冇乜呢個蘇聯、美國、德國呢啲後起之秀份嘅嚇，咁啊主要就係英國同法國嘅啫嚇，咁所以去到50-60年代嚇，咁蘇伊士運河嘅危機入邊，點解即係美國同埋蘇聯反而好似係暗通款曲嚇，咁咧就喺呢一個美國嘅盟友啦，當時已經有咗北約噶啦噃嚇，咁啊喺呢個美國嘅北約盟友嚇，英國同埋法國背後就捅佢一刀咧嚇，咁主要就係話想透過推翻呢一啲即係所謂嘅即係殖民帝國啦嚇，咁啊呢啲殖民地嘅獨立咧先至係有利於美國同埋蘇聯咧喺當地插旗嘅。咁而美國喺當時喺冷戰嘅高峰期，其中一個插旗成功嘅對象咧就係話取代咗英國同法國。就同當時係最實力強大嘅國家就係伊朗巴列維王朝嘅伊朗咧，咁就建立咗外交關係咧，就成為佢最大嘅一個後盾。咁個後盾係強到邊個地步咧？就係呢個世界上咧得2個國家今時今日咧就得一個國家咁就裝備咗乜嘢咧？就係 Top Gun 入邊咧佢所駕駛嘅呢個戰機咧就係呢個 F-14D 嘅 F-14D 咁個英文名咧個綽號咧就叫 Tomcat， 就係熊貓，即係雄性嘅貓係嘛，非常之威武咁樣樣咁咧就而喺美國之外能夠裝備呢一種當時天下第一嘅雙發重型雙座嘅攔截機咧，就只有一個國家嘅啫，就係巴列維王朝嘅伊朗。咁所以就反映得到當時伊朗佢人口又多啦。咁而且佢又一定程度上就唔係握手都好都可以輻射到東邊嘅呢個裏海同埋西邊嘅黑海啦。咁佢又位處於呢個波斯灣嘅北岸啦，係咪個海岸線又長啦？咁同埋你考慮到佢嘅綜合國力係嘛？咁佢嘅經濟實力以及係個石油嘅蘊藏量咧，的而且確係當區咧係最適宜作為美國嘅一個盟友嘅。咁而最終咁喺即係70年代，巴列維王朝被顛覆啦，霍梅尼就反國啦，翻去伊朗啦。咁而更重要嘅或者更爆炸性嘅事件咧，就係對於美國大使館美國駐伊朗嘅大使館，當時喺中東地區最重要、規模最大、編制最多嘅一個大使館咧，就被咧呢個所謂嘅綁架或者係被呢個圍困。咁啊，最終當然呢個大使館人質嘅事件都算係即係解決咗透過外交解決咗。咁但係由嗰陣時到依家咧美國無論係民主定共和兩黨上台咧，咁都係同伊朗嘅關係相對緊張嘅。咁特別係近代共和黨嘅2個總統啦，咁就係小布殊George W. Bush 同埋現時嘅特朗普 Donald Trump 咧，更加就幾次係以伊朗係研發呢個核武器或者其他嘅理由，譬如最直接簡單嘅就係威脅佢哋喺地區第一盟友，唔係淨係政治經濟文化上有深深聯繫嘅，甚至乎喺個宗教上宗教上都有一啲聯繫嘅。呢個以色列咧就被呢個伊朗所威脅，因為伊朗就成日話要人哋將喺地圖上咧以色列呢3個字Israel 呢個英文字咧抹咗佢咁。咁呢一啲都係佢哋嘅一個即係美國華府同德黑蘭咧劍拔弩張嘅咁嘅情況。咁啊發展到即係最近嘅呢1年啦或者係唔夠1年嘅時間咧，當然都係延續至拜登政府嘅時候中東嘅嗰個天下大亂。
咁啊，以色列即係呢個極右嘅呢一個你可以話殺人狂魔又得或者你叫民族主義者又得咁呢個內塔尼亞胡咧，咁喺呢一個拜登嘅即係任美國總統嘅期間啦，係嘛？咁基本上就殺咗一圈，大開殺戒。咁當然喺呢個過程入邊，你話伊朗或者佢嘅盟友好似係南黎巴嫩嘅真主黨，好似也門嘅胡塞武裝以及係相對疏離。咁但係近年咁嗰個互動都係好頻繁，或者係起咗好多關鍵嘅觸目作用嘅咧，就係管理住或者叫管治住加沙地帶嘅呢個哈馬斯嘅一個武裝。咁都犯咗唔止一個戰略上嘅問題嘅。第一個咧就當然就係你戰略上咧係可以模糊嘅譬如小弟成日都強調無論北京對台灣又好，還是華府對台灣都好，都有一種戰略模糊喺度。咁但係模糊咧係一個手段，係一個技巧，係一個處置嘅具體嘅方式，但唔可能係你嘅思路。你嘅思路係清晰嘅，你嘅立場亦都唔能夠係搖擺嘅。咁但係伊朗係嘛？德黑蘭同呢個南黎巴嫩嘅真主黨，南黎巴嫩嘅真主黨咧的而且確就係伊朗呢個霍梅尼所建立嘅革命政權嘅佢嘅嫡系嚟嘅。佢哋無論係裝備啦，或者更高層次嘅人士嘅任命啦，甚至無係呢啲人員嘅培養啦，各個方面咧，南黎巴嫩嘅真主黨咧都係離唔開伊朗嘅呢個革命政權佢哋一個支撐。同南黎巴嫩嘅真主黨基本上係被以色列嘅國防軍IDF 咧係全面去清剿。咁而且我哋知道黎巴嫩本身咧佢就並唔係一個純伊斯蘭嘅國家嚟嘅。咁基本上喺60-70年代或者去到80年代再之前咧，基本上佢係一個多民族多宗教嘅一個國家。咁一段唔短嘅時間之內啦咁佢嘅天主教徒或者係新教徒，佢所佔嘅人口比例咧，唔見得比呢個穆斯林為低。咁而且就算穆斯林入邊咧其實佢哋嗰個遜尼派個比例咧，亦都係唔低於伊朗佢哋所領導嘅什葉派嘅。咁所以從呢個角度去講咁黎巴嫩咁咧就即係貝魯特嘅政權啦，佢哋係有各式各樣嘅考慮咧，就同以色列合作咧，就唔係淨係喺軍事上，喺政治上咧都想將呢個真主黨咧連根拔起。咁就黎巴嫩唔係我哋呢集嘅焦點啦咁但係長話短説嘅咧就係佢嘅行政體制嘅領袖啦佢哋國會嘅領袖啦以及係唔同職位嘅分配咧，好多時咧係直接同佢嘅執政聯盟入邊譬如基督教嘅成員呢個遜尼派嘅成員，呢個什葉派嘅成員咧，佢哋各自係有一個平衡同分配喺度嘅。咁而叫得做真主黨，佢同呢個所謂嘅哈馬斯就唔同，佢唔係一個純武力嘅組織嚟嘅，佢係會參加黎巴嫩國內嘅一啲地方嘅選舉、中央嘅選舉，而進入佢哋嘅立法嘅機關，從而成為咗黎巴嫩貝魯特呢個政權咧一個最具影響力嘅政黨嘅。咁而今時今日咧就俾美國同埋呢個以色列國防軍 IDF 就清除咗啦，更加唔需要講係加沙係嘛？咁除咗係一個慘絕人寰嘅呢一個種族清洗同埋係人權嘅大災難之外咧，咁而事實上近日呢個哈馬斯武裝組織，佢無論願與不願咧咁佢都話我隨時係即係將呢個政權咧係交俾一個我哋俗稱啦叫做過渡嘅委員會其實佢哋都無力再去支撐。咁德黑蘭喺呢個過程入邊，短短嘅過去呢幾個月大半年入邊咧，做咗好多令人覺得好失格或者唔似一個大佬，起碼地區大佬嘅事嘅，就係包括佢喺
臨黎巴嫩真主黨啦，喺呢個阿薩德政權啦，又或者係頭先所提到嘅哈馬斯連番遭受政治同埋軍事打擊嘅時候咧，咁佢都只話公開講嘅喎，唔係我屈佢嘅喎，就係話我只係精神上支持佢哋或者譴責呢個以色列嘅啫，但其實佢哋係獨立行事嘅，咁亦即係話咩咧？就我唔照佢哋㗎咁咧就佢哋嘅所有嘅言行嘅後果，佢哋自己去承擔翻嘅咋，咁甚至無咁喺特朗普嘅兩個任期之內，伊朗咧接連咧係遭受到一個斬首式嘅一個打擊嘅嚇。咁喺特朗普第一個任期，我哋就提過好多次啦。咁就係佢哋革命衛隊、伊朗革命衛隊嘅領袖呢個蘇萊曼尼被係駐當地嘅美軍，我哋相信係駐當地嘅美軍啦。咁咧就係用呢個無人機，咁咧就係斬首嘅。咁就事後伊朗咧就係話定點、定時、定向咁話俾美軍聽，我會打你邊度㗎咁樣。咁卒之梗係美軍就冇乜就係損失啦嚇。咁傷亡就據稱係有地面嘅士兵咧，咁就受到輕傷咁嘅。咁其次更加嚴重嘅就係同呢個以色列嘅所謂導彈嘅互襲啦。其實嗰個源頭咧都係以色列唔單止咧就係派出佢哋嘅特種部隊，派出佢哋嘅空軍咧喺呢個伊朗嘅境內咧就去襲殺呢個哈馬斯嘅成員嚇。咁甚至無連伊朗嘅一啲譬如同核設施研發相關嘅科學家指揮官政府嘅高官都俾呢個以色列咁同埋喺當地有一啲反政府嘅成員咁咧喺配合之下咧，咁都係大量咁樣係去斬首咁就伊朗去進行嘅嗰個導彈嘅攻擊對於以色列嚟講，當然對於內塔尼亞胡嚟講都係拗痕啦，就好似放煙花咁啦。咁而最終就換嚟咗喺舊年嘅年底係嘛？咁以色列派出佢嘅 F-15、F-16啦美國派出佢嘅空中加油機啦咁又公開資料嘅就係 B2隱形嘅戰略轟炸機同埋 F-35咧，咁就對伊朗嘅核設施作定點清除。嗱，係咪100%清除晒？如何？其實就並唔係一個重點，而係喺當時咁就好幾個月之前接近半年前，咁小弟就已經係判斷咁其實伊朗呢個政權係嘛？咁咧就你可以話係失信伊民啦，或者係對於以色列、對於美國咧，咁全部都係所謂喊打喊殺噏嘅啫。到你真係無論係高官無論係將領定係核設施俾人定點清除嘅時候咧，你係冇足夠嘅軍事實力又好，還是係冇咁嘅政治決心都好咧，實質上就冇傾盡全國之力係嘛？呢個伊朗嘅人口咧，其實有近1億嘅喎。如果中東地區嘅呢個什葉派嘅即係民眾嘅人口咧，更加係遠超1億嘅喎。以色列國嘅人口咧，咁就係約莫係1000萬上下啦。佢人口浮動都比較犀利，但係喺以色列國入邊嘅猶太人嘅人口咧，其實仲少過全球嘅香港人嘅，佢就唔夠750萬人嘅，700萬人鬆少少啦。如果話以色列國內嘅呢一個猶太人，咁所以即係從呢個角度去講，即係你什葉派係嘛？先唔講個國力軍力啦，你淨係講人口都係喺你當區嘅對手猶太人嘅10倍唔止，咁但係咧就作出一個咁軟弱無力嘅一個反擊，咁所以喺當時小弟應該話伊朗呢個政權佢何時被收拾，幾時被收拾，如何咧？其實對於成個中東嘅戰局或者亂局嚟講咧，已經係無足輕重噶啦，因為其他所有嘅即係什葉派嘅武裝，包括係阿薩德所領導嘅呢個敍利亞啦、南黎巴嫩嘅真主黨啦，或者佢本身係遜尼派，但係過去嗰10年同伊朗比較即係叫做過從甚密嘅，好似呢一個即係哈馬斯喺加沙地帶又好咧，都全部係被逐一擊破嘅。
咁喺咁嘅情況之下，無論你係對國外即係什葉派嘅嗰個政治威信所謂抵抗帝國主義、抵抗美國嘅嗰個威信，定還是喺管治國內嘅嗰個嘅所謂宰制嘅能力，咁其實都係俾美國所揭咗底牌。咁即係所以從即係呢個角度去講剩翻嘅我哋係值得去思考、值得係去關注嘅咧，只不過係美國喺中東嘅盟友，其實就係猶太人同埋沙特為首嘅呢個遜尼派，係點樣收拾呢個殘局，或者所謂收割呢一個戰爭嘅紅利咁咧就去將周邊去清除。咁除咗以色列之外，另外一個美國當區嘅盟友譬如沙特，咁我哋近來都見到啲動作啦。因為呢個什葉派嘅聯盟嘅瓦解啦，因為伊朗嘅國勢嘅即係轉向啦。咁其實我哋都見到，包括喺也門地區咁你話人哋係咪少爺兵都好啦。咁沙特咁喺美國嘅支撐之下咧，其實咧都開始做一啲嘅戰略擴張咁都係佢非常之謹慎嘅，因為啲少爺仔嗰個性命係重要啊嘛，係嘛，值錢啊嘛。咁但係咧，我哋見到喺也門咧咁其實沙特都展開一啲海陸空三軍嘅聯合嘅行動咁呢一個都係值得注意嘅。咁同我哋中國嘅關係有幾大咧？咁相比起委內瑞拉係嘛？咁當然個即係關係係大得多啦咁中國同伊朗嘅貿易額，特別能源石油嘅貿易額咧咁同埋對於我哋中國嚟講嗰個戰略嘅價值咧，係當然係高非常之多嘅，絕對唔能夠同日而語。咁除咗俄羅斯同埋沙特之外咧中國最重要嘅石油進口嘅來源地咧或者比較大嘅可以即係所謂潛在增長嘅呢一個入口市場咧，其實主要就係伊朗咁第四個咧，其實就係印尼嘅咁我相信中國同沙特同俄羅斯同印尼嘅嗰個石油貿易、天然氣貿易嘅嗰個比例或者個潛力咧都可以上升，但係咪可以上升到取代咗依家同伊朗嘅嗰個貿易關係，特別石油貿易嘅關係咧，我覺得又未必因為畢竟伊朗嘅蘊藏量同埋佢個開採量咧係同沙特同俄羅斯咧係同一個級別嘅國家嚟嘅。呢個世界咧係得5個國家係呢個級別嘅啫，就分別係北美嘅加拿大同美國啦咁喺呢一個中東地區嘅沙特，以及係呢個伊朗啦第5個就係呢個俄羅斯咁樣樣。咁當然我哋見到近日都有其他嘅一啲舉動係嘛，包括頭先提到嘅加拿大係嘛，佢嘅總理新任嘅總理，我係比較睇好嘅曾經喺歐洲，特別喺英格蘭銀行擔任呢個央行行長，都認為比較專業嘅轉危為安嘅，你叫做譯做簡尼又好卡尼啦咁咧就簡尼或者卡尼咁卡尼咁訪華啦，咁佢咧就同中國嗰個建立或者係鞏固經貿關係入邊咧，石油貿易肯定係好重要嘅一個來源。咁加拿大都有產呢個天然氣嘅咁不過如果唔係用管道用 LNG 嘅話咧，咁就對中國嚟講唔係話太過划算嘅咁。所以呢個卡尼佢所領導嘅加拿大咁係咪喺石油貿易上面同即係中國係可以去提升呢個合作嘅關係變得更加穩健？咁當然就算唔考慮特朗普呢個搞震嘅因素咁北美石油嘅開採佢個成本就算你唔計運輸成本，淨係開採嘅成本咧佢能夠提供嘅嗰個油價嗰個彈性咧，咁又真係冇中東特別伊朗沙特嘅石油咁好嘅。咁呢個對於高度依賴石油進口嘅國家好似中國咁樣，無論我哋係民用啦即係所謂嘅 domestic use 啦，定還是係工業用啦，咁其實都會係壓縮我哋無論喺個發電嘅過程入邊啦，定係我哋喺個運輸嘅過程入邊啦定還是係所謂喺工業用上邊咧，我哋嗰個最終我哋嗰個製成品嗰個競爭力或者如果你唔想調整個價格嘅話咧咁就會影響我哋嗰個
所謂嘅無理啊、順利啊等等。咁另外一個伊朗值得我哋關注嘅除咗係佢嘅石油啊、天然氣嘅出口啊各個方面，當然同個地緣格局都會有即係好大嘅影響啦。因為當成個中東地區連伊朗即係呢個什葉最後嘅堡壘都確實好似小弟大半年前所不幸言中嘅話咧，就係套一句日本嘅呢個卡通片少少暴力啦北斗之拳嗰一句咧就係你已經死咗啦，不過你自己唔知啫的話咧咁其實對於呢一個特朗普或者佢其後嘅美國總統利用中東呢個地區作為一個跳板，無論係去壓迫呢個俄羅斯嘅南翼都好譬如從黑海、裏海啲地方壓迫，定還是係從呢個伊朗或者係好似格魯吉亞呢個阿塞拜疆甚至乎係亞美尼亞呢啲所謂高加索外高加索嘅地區去滲透中亞咧，對中國嚟講都係一個相當大嘅一個威脅嘅。因為第一我哋現時喺中亞地區嘅投資啦隨住俄羅斯國力嘅衰減佢對周邊嘅影響力嘅萎縮咁我哋同中亞國家嘅戰略投資包括啲基建、能源基建交通運輸嘅投資咧，其實係上升嘅。甚至乎我哋嘗試開通所謂中歐班列嘅其他嘅一啲路線，譬如係穿過中亞啲國家。咁假如伊朗呢個政權喺中短期之內咁佢係會被顛覆或者佢係分裂，或者當地有更多美軍、以色列或者其他北約國家嘅駐足，佢哋對於中亞地區嘅滲透咧，唔單止係會衝擊到我哋中國喺能源、天然氣嘅貿易方面嘅穩定度啦，呢個絕對係國家級嘅戰略安全嘅一個問題咯。更有甚者咧，就係會唔會透過中亞嘅地區，透過啲跨境嘅民族，譬如烏茲別克族啦呢個土庫曼族啦更加唔需要講哈薩克族維吾爾族等等咧，對我哋嘅新疆地區咧作一個破壞甚至乎係顛覆，我哋都係要進一步去關注。咁當然啦。呢個美軍或者係西方或者以色列，佢哋對於伊朗呢個地方繼巴列維王朝之後嘅重新嘅一個操控，咁另外一個即係或者另外兩個同樣感受到好大壓力嘅咧，就唔一定淨係我哋中國，亦都包括巴基斯坦同埋印度。咁印度就係伊朗其中一個最大嘅呢個石油嘅出口國啦。調翻轉呢個印度嘅石油咧，好高比例咧，亦都係由呢個沙特同伊朗，特別係沙特由伊朗嗰邊係去入口嘅咁印度第一，佢係處於呢個工業化嘅初期啦。第二咧就係話佢哋即係欠缺能源、欠缺石油嘅情況咧比起中國嗰個壓力係更加大嘅。無論從石油、天然氣嘅蘊藏量啦，無論從開採技術各個方面啦印度比起我哋咧更加渴求來自於中東，特別係沙特、伊朗嘅一個石油。咁所以當區域外嘅力量咁係去進入去嘅時候咧，咁就係印度都係會大為緊張嘅。咁當然更緊張嘅就係巴基斯坦啦因為印度同以色列其實佢哋係有一個戰略上、軍事上，特別係軍工貿易上嘅一個合作咁如果以色列嘅力量同美國嘅力量進一步向呢個伊朗滲透，或者你叫復辟都好啦，因為當年巴列維王朝就係呢個以色列嘅一個守護者，或者美國喺中東嘅第一盟友嚟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剛剛呢個巴基斯坦嘅防長國防部長咧就馬杜羅嘅事件咁就罕見咁樣咧好激烈地去發言去批評特朗普嘅作為。咁如果下一個就唔係馬杜羅，而係呢啲類同嘅事件係發生喺中東，發生喺同呢一個巴基斯坦係有陸海兩方面都係有接壤嘅伊朗嘅時候咧，咁樣對於巴基斯坦
嘅嗰個壓力，無論喺精神上嘅壓力定係國防上嘅戰略上嘅壓力咧，其實都係會相當之大。咁而我哋當然都知道無論喺傳統上定係依家所謂嘅一帶一路嘅建設上，咁巴基斯坦特別巴基斯坦嘅南部同即係中國嗰個戰略佈局咧係有個好緊密嘅一個聯繫啊嘛。咁所以頭先我就會提到，伊朗一旦有變嘅時候咧，咁就佢對中國嘅嗰個重要性或者造成嘅衝擊咧，遠遠唔係委內瑞拉係可以比咧。咁就除咗係頭先講直接嘅影響，會唔會透過中亞威脅去呢個新疆？其次嘅咧就係對於我哋喺當地，無論你視佢為一個南亞國家，總之中國係一個準盟友啦，叫做好兄弟咁嘅國家啦，咁巴基斯坦咧佢受到嘅困擾咧，應該係喺世界嘅強權或者地區嘅強權入邊咧，佢承受到嘅壓力係最大嘅。咁而剛才嘅即係上述嘅種種啦，就係小弟對於即係伊朗嘅即將面臨嘅呢個事變咁就美國點解喺當地要插足嘅一個前因後果啦，同埋極有可能對我哋中國嘅呢個國家嘅安全或者係經貿利益嘅發展咧所造成嘅一個影響咁大家要即係做一定嘅風險管理或者做一定嘅研判睇下我哋可以係點樣去應對啦。咁呢個亦都係呢個星期小弟同大家分享嘅全部。咁我哋下個星期再見咁繼續支持like 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精觀天下同埋我哋嘅730平台下個星期我哋喺呢度再一次同大家分享時事，拜拜。